阿东病院急诊医学部医师进前伫咧网络写讲，急诊室咧抢救病人，医护人员是吵甲要无命。5大医护团体就做伙发出声明，讲毋若是阿东病院的急诊，这医护人力长期不足是规个系统性的问题，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着爱针对人民的健康来投资。阿东病院急诊主治医师朱胜文核诊了后，记录迄暗乌用状况，连续2个乌卡病人送来，用掉病院最后2台也却无抢救。其中一位紧急事会同时间多位状况级别病人陆续送入急诊。迄暗因为大量护理离职关系，当前急救区原先只会当派出2个护理师，后手才增派人力，超量工作互团队强要挡袂掉。朱胜文指出，经过良好训练，会当同时处理多位急动症的专业护理师，即马制度唔改，为期4、5万制度唔改，人留袂掉。在第一线抢救生命的这些医护团队，包含护理师的待遇，不如是在医美的这些护理师的一个待遇，点值不断打折的结果，是造成医院的这个收入面频频的一个下滑，而这样一个结果，当然没办法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最好的一个薪资跟待遇。对此，台湾病医协会、医师工会全联会、护理师、护士工会全联会等5大医护团体共同发出声明，病医受限全面健保总价预算天崩，我到像其他产业转互消费者亏损，各面临通货膨胀。即马除了护理师出作，也有新药延迟进入台湾市场，医科学生不愿意选择急动症考等问题拢浮现。呼吁政府爱尽速将健保总价支付制度为基础伤害制转做基础目标制，检视健保点答合理性，医改会也呼吁特定科别欠人力对症才能下药。长期忽略护理人力荒，其实主要分布在特定科别以及场域的一个情况。那医改会认为，应该要加速集思广益，更能反映护理劳动现况的做法。关于体重症量能的部分，我们一直都有在监测。如果有这个可能量能的过紧的情形，我们会立刻邀请这个地方卫生机关还有医疗机构一起来商议，然后做这个资源的调度。对第一线医师反映急动症真正接来，卫福部表示，对急动症量能拢有监测，若有超量负担，会启动转移等既有机制。对于整体护理师欠工调，卫福部已经提出透过增加国科次数、调整奖励机制等12项方案，希望减缓现有欠护理能力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